大家好，我係1號黃明威。我嘅專業係透過創新嘅方法去幫唔同嘅企業改善流程。我亦都用返相同時間同方法去服務地區。喺呢段時間入邊咧，我親身拜訪咗33組嘅成員，同佢哋進行咗一啲深入嘅交流。我期望用一啲創新嘅思維去為工業界同政府建立溝通嘅橋梁，推廣業界建議，亦都完善政府嘅政策。商機係通過人民幸福感而獲得，呢個唔係一個口號。工業發展離唔開民生嘅溫度，民生嘅改善咧都需要工業嘅撐腰。請你喺12月7號投票支持我1號黃明威，多謝你。各位選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許文俊 Terence， 係一名工業家，亦都係 IT 人，擁有超過20年嘅工業設計、生產、出口豐富經驗。今年本人希望喺一個更加大嘅平台，以我工業家嘅實驗力、IT 人嘅創造力，同各位前輩好友並肩作戰，共同開拓，為香港工業再創一個黃金時代。懇請你於12月7號投票支持我，給予我機會為業界服務，傳承工業，開創未來，為工業裝上科技嘅翅膀，讓工業每個領域都騰飛萬里。多謝。